各位飛行好幫手頻道嘅朋友們，大家好，我係座艙長林品如，喺國際航線上服務超過15年，我見過成千上萬嘅旅客，亦都處理過形形色色嘅空中狀況。喺咁多年嘅飛行生涯裏面，我睇過商務艙嘅大老闆傾住上億嘅生意，亦都睇過年輕嘅背包客踏上探索世界嘅旅程。但係講句心裏邊話，最俾我掛心，最俾我想多照顧一啲嘅，永遠係我哋嘅長輩朋友們。好多時候，子女一片孝心，使錢安排父母出國旅遊，想讓辛苦半世嘅爸媽好好放鬆一下。可我喺機上睇到嘅，往往唔係咁一回事。亦都正因為係咁，今日我特別嚟到呢度，想同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姊姊們分享一個航空公司內部不成文，甚至可以話打死都唔會主動話俾你聽嘅秘密。呢個秘密專門關乎所有60歲以上嘅朋友們，只要你知道啦，下一次嘅飛行體驗將會天壤之別，請你先閉上眼睛，翻諗下，領上一次搭飛機嘅經驗係咪咁樣？好唔容易等到登機，你攞住經濟艙登機證行入機艙，發現自己嘅座位被夾喺中間，兩邊都係唔認識嘅旅客，成趟10幾個鐘頭嘅航程。塞坑緊頂前方椅背，幾乎動彈不得。想上個洗手間，仲得小心翼翼，同旁邊嘅乘客連聲致歉，先至能夠側身擠出去。腰背因為長時間久坐變得僵直，酸痛難耐。好唔容易等到送餐時間，乘務員遞上餐盒，一打開裏頭嘅食物冷且硬，完全唔合胃口。但係為咗果腹，亦都只能夠勉強吞下幾口。等到飛機落地，又係排隊下機、排隊過關、排隊領行李，一趟旅程落嚟，仲未開始玩，身體就已經累垮咗。各位叔叔阿姨，如果你或者屋企人有過類似嘅經驗，覺得我描述嘅情景俾你感同身受，請喺下方留言區輸入1，俾我知道有呢種困擾嘅，絕對唔止你一位。你可能會諗啦，年紀大咗，體力差咗，搭機辛苦啲好正常。但今日品如要用我15年嘅專業資歷，非常嚴肅咁話俾你聽，事情絕對冇咁簡單，你知道嗎？當你長時間被困喺狹窄座位，雙腿無法伸展嘅時候，呢個唔只係腿麻或者唔舒服啫。醫學上有一種非常可怕嘅狀況，大家俗稱經濟艙症候群，學名為深部靜脈栓塞 DVT， 就係因為你久坐不動，血液循環不良，可能喺小腿深處悄悄形成血塊。一旦血塊隨血流跑到肺部，堵塞肺動脈，就可能引發致命嘅肺栓塞，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你睇，呢個已經唔係使錢受罪嘅問題，而係可能危及生命嘅健康危機。但係今日品如要話俾你知一個顛覆想象嘅真相，呢一切嘅辛苦與風險，其實好可能根本不必發生。你之所以會經歷呢啲，關鍵唔喺度運氣，唔喺度票價，而係你唔知道，然後少問咗一句話。實際上，為咗應對全球高齡化，世界各大航空公司早就備妥一整套針對年長旅客嘅隱藏版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SOP。從訂票嗰一刻起到抵達目的地為止，都有一系列特殊禮遇喺度等住你。呢啲服務就好似隱藏版菜單一樣，你唔主動開口啲，服務人員絕對唔會端上嚟。跟住落嚟，品如要分享8項免費嘅隱藏版服務，請務必攞出紙筆記落嚟。記住，呢個唔係去佔航空公司平，更加唔係麻煩人哋，呢個係你應有合法嘅權利，係你使錢應享嘅尊重與照顧。第一項，要爭取有關整趟舒適度與健康嘅座位。好多人訂票時睇到選位要加價就作罷，打算到機場睇運氣，運氣好或許有走到位，運氣唔好就被夾喺中間。其實航空公司通常會預先鎖定幾排黃金座位，例如緊急出口旁，通常要求乘客能夠協助開門，較唔適合長輩，艙壁後第一排，前方冇凳，腿部空間極大，或者係靠近洗手間嘅走道座位。呢啲位置，內部原則係優先保留俾有特殊需求嘅旅客，而年長者正係重點族群之一。點攞到？好簡單，2個時間點最關鍵。其一，喺網路訂票填寫旅客資料時，通常會有特殊需求備註欄位，務必清楚寫上乘客為年長者，盼安排方便進出。靠近洗手間嘅走道座位，或者係講明腿腳不便，盼安排身腿空間較大嘅座位。
其二，辦理登機手續時，帶住微笑而客氣咁對劃位地勤話：你好，我母親70幾歲，腿腳唔太方便，唔知係咪幫手安排好進出嘅走道位？咁樣上洗手間會更方便，多謝你。只要班機飛滿到一位不剩，地勤喺能力範圍內，幾乎都會盡力協助。我記得有一次，台南嘅72歲黃阿嫲獨自飛加拿大睇孫子，佢個女訂票嘅時候特別致電航空公司說明狀況，結果不單止免費劃到經濟艙第一排，地勤仲喺登機證上做咗少少記號，自登機喺機上到下機，我哋嘅空服同地勤都會特別留意，多加關懷。呢個就係主動開口嘅力量。講完座位，即刻話俾你聽一個最讓人驚喜嘅秘密。好多人以為機場裏邊安靜，有沙發、有熱食同飲料無限享用嘅貴賓室，係花大錢買商務艙、頭等艙旅客嘅專利。呢一個觀念完全錯咗。就算你攞嘅係最平嘅經濟艙機票，亦都好有機會免費進入貴賓室，享受頭等艙等級嘅候機待遇。秘訣就藏喺你每日使用嘅信用卡裏面。如今銀行競爭激烈，好多信用卡甚至免年費嘅普卡，為咗吸客會同機場貴賓室合作，提供每年若干次免費使用權益。但係銀行通常唔大肆宣傳，好多人辦咗卡根本唔知道。所以請你做一件事，等下睇完呢支影片，即刻攞出每一張信用卡，翻到背面打客服電話直接問：你好，請問我呢張信用卡有冇提供免費使用機場貴賓室嘅權益？我有個朋友嘅爸爸，我哋都叫佢吳伯伯，佢每次出國都省吃儉用，總係喺登機口吃自帶麵包配白開水。有一次我實在睇唔落去，逼佢打電話問信用卡公司，結果發現佢嘅卡每年居然可以免費用6次貴賓室。佢第一次入去睇到有熱騰騰嘅牛肉麵，眼都亮啦。後來佢同我講：品如啊，我以前真係太傻，放住咁好嘅嘢唔使，真係蝕大咗。你睇，有時候一個簡單動作就能夠比旅途品質完全唔同，千祈唔好再錯過。解決咗候機嘅享受，跟住落嚟傾下機上嘅餐。飛機餐難吃，幾乎係共識，但係對長輩嚟講問題更加嚴重。機上餐點口味偏重，油鹹居多，對於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者係牙口唔好嘅長輩，簡直係折磨。可你知道嗎？航空公司提供嘅特殊餐種類多到超乎想象，絕不只係素食呢一種。一般國際航線至少備有20種以上選擇，例如高血壓可預訂低鹽餐，糖尿病可選糖尿病餐，牙口或者腸胃不適者有軟質餐。呢啲特殊餐因為係少量另製，用料同烹調上比一般經濟艙餐更用心、更健康。重點係完全免費，點預訂？關鍵喺時間，務必喺起飛前至少24小時，最好48小時完成預訂。你可以喺航空公司官網操作，或最簡單嘅方式直接致電客服。請務必記得提前預訂，真係非常非常重要。食飽飲足，講下登機效率。每次登機口大排長龍，係咪睇咗就心累？尤其長輩久站腰酸腿麻，其實優先登機亦都唔係商務艙嘅專利。幾乎所有航空公司喺開放商務艙登機之後，下一步就會廣播邀請需要特別協助嘅旅客及嬰幼兒同行家庭優先登機，而年長者就屬於需要特別協助嘅範圍。所以下一次聽到廣播，別懷疑，別害羞，就大方走到登機門前。呢個唔單止為咗少排隊省力氣，更係為咗安全，讓長輩喺走道上寬敞嘅時候從容就座，收放隨身行李，能夠大幅降低喺擁擠走道被推擠碰撞嘅風險。仲有一個小秘訣，託運行李嘅時候可以主動請地勤喺行李上貼優先標示，咁樣抵達嘅時候好可能會同商務艙行李一同優先送出，大幅縮短等候時間。對於需要轉機或者出入超大型國際機場嘅長輩，仲有一個救星特殊協助服務。你可以喺訂票時申請，或者最晚喺辦理登機手續時向地勤提出。申請後，航空公司會好似接力賽一樣安排銜接，可能有專人推輪椅自練下機嗰刻起一路陪同，協助過境安檢，最後將你安全送到下一個登機口。
好多國家嘅機場甚至設有快速通關通道，可省去漫長排隊。之前有對77歲嘅李伯伯夫婦從台灣飛芝加哥探望金孫，因為申請全程輪椅協助，自下機到轉機口一路走專用通道，幾乎冇點排隊就完成所有手續。李伯伯後來分享，嗰一路上我同太太真係感動到唔得，感覺自己似國王同皇后咁被照顧。你睇呢項服務，航空公司賣嘅唔係輪椅或者係電巡車，佢賣嘅係你仔女嘅放心同你自己嘅安心。呢一個先至係呢項免費服務最珍貴嘅地方。喺飛機呢個密閉且高壓嘅環境裏邊，長輩嘅身體狀況需要特別留意。我哋空服員都受過基本急救訓練，亦都隨時準備成為你喺萬尺高空嘅隱形保健室。除咗前面提到嘅座位同餐點，你仲有好多可以主動提出嘅健康需求。若果覺得腰部需要支撐，可以都要一個枕頭或者毛氈帶喺背後。覺得冷，隨時可以再要一條毛氈。若果需要定時服藥，可把藥物交俾你信任嘅乘務員，請我哋喺特定時間提醒，並為你準備溫水。對長途飛行旅客，有啲航空公司甚至備有腳踏墊，幫助抬高雙腳，促進循環，對預防經濟艙症候群好有幫助。請千祈唔好覺得呢啲要求係喺度麻煩我哋，你嘅健康與安全永遠係空服人員最優先嘅考量。講咗咁多提升舒適同健康嘅服務，最後傾一個最實際嘅錢。好多人知道，雖然多數廉價航空已經冇所謂敬老票，但喺某啲國際長程航線，特別係歐美係傳統航空公司，其實仍然唔定期保留長者折扣票價。呢種票價非常隱蔽，絕對唔會出現喺任何旅遊比價網站。你能夠揾到佢嘅方式只有兩個：第一，直接到該航空公司官方網站搜尋機票，並誠實輸入年齡。第二，亦都係我最推薦嘅方式，攞起電話直撥航空公司客服中心。咁樣問：你好，我想訂一張前往某地嘅機票，乘客為超過65歲嘅長輩，請問係咪有敬老優惠或者長者折扣方案？有時折扣唔多，但係遇到航空公司做活動，價差可能大到俾你驚喜。呢個只需要你幾花5分鐘打一通電話問一句啫嘛。下次你或者仔女要訂票前，務必多做呢一步。最後呢一項，我想將佢拉返人與人之間最基本嘅關懷。我發現好多長輩喺飛機上面常有一種心態，怕麻煩人哋，口渴啦，唔敢按服務鈴要水，覺得冷啦，唔好意思再多要一條渣啦。喺呢度，品如想代表所有第一線空服同仁，同各位叔叔阿姨講一句真心話：為你服務係我哋嘅工作，更係我哋嘅榮幸。機上嘅毛氈、枕頭、熱茶、溫水都係你機票價值嘅一部分，你有充分嘅權利享用。請唔好將我哋當成高高在上嘅服務人員，將我哋當成你喺天上嘅女、孫女。有任何合理需求，請放寬心按下服務鈴，我哋都會非常樂意，亦都非常開心咁為你送上一個溫暖嘅微笑，一杯暖心嘅熱茶，就能夠讓漫長旅程變得充滿溫度。好啦，今日品如一次分享咗8項長輩專屬嘅隱藏版飛行權益，我哋快速複習：一、免費嘅黃金座位，俾你坐得舒適又健康；二、常被忽略嘅貴賓室權益，用經濟艙票亦都能夠享受頭等艙級候機；三、客製化健康特殊餐，告別難以下咽嘅飛機餐；四、VIP 級優先登機同行李，省時省力更安全；五、快速通關，告別機場嘅漫長等待；六、領嘅空中私人醫護，隨時照顧各項健康需求；七、唔能夠講嘅秘密票價，跟洞口就能夠慳大錢；八、無微不至嘅貼心關懷，勇敢開口，享受有溫度嘅服務。各位朋友，呢8項權益冇一項需要你額外花大錢，佢哋需要嘅只係你嘅一句說，請務必將怕麻煩人呢個舊觀念從今日起徹底拋開。記住，你嘅權利要靠自己爭取，你嘅旅程要由自己寵愛，主動開口，就係你寵愛自己，享受應有權利嘅開始。如果你覺得品如今日嘅分享對你或者身邊家人朋友有幫助，請務必將呢支影片分享俾所有超過60歲嘅親朋好友。當你將影片傳俾佢哋，你分享嘅唔只係一段內容，更加係對佢哋嘅關心，亦都俾你喺朋友眼中成為懂生活、資訊靈通嘅達人。
最後，如果你決定喺下一次旅行中勇敢為自己爭取呢啲應有權益，我想邀請你喺下方留言區鄭重寫下我要聰明飛行呢6個字，係我哋之間嘅約定，亦都係領隊自己下一趟美好旅程嘅承諾，俾我哋一齊為成為更懂得愛自己嘅女人而努力。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我係座艙長林品如，祝福大家未來每一趟旅程都平安健康，充滿喜悅。我哋下次見。